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人书2章1节到12节。白话字本伫221页，台语汉语本伫219页。以弗所书2章1节到22节。搁恁平素对恁的过失、恁的罪过来死个，伊也捌互恁过活。是恁前行伫迄中间，趁即世间的风俗，甲空中掌权的君王，就是现今运行伫背逆的人，迄个神。其中，阮前夜拢伫阮肉体的私欲伫行罪，趁肉体甲心内的意思，生成是做通受气的，亲像别人一样。第4节。总是上帝怜悯真丰盛，为着伊疼咱的大仁爱，当咱对过失已经死的时，就甲咱甲基督同活。恁对恩典得着救，也互咱伫基督耶稣甲伊同起来，同坐伫天顶，搁对伊伫基督耶稣所赏赐咱的仁慈，要伫后世代显明伊恩典的极富有。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是对信，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毋是出自所行，免得人夸口。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是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太先备办的，要互咱行伊在在。所以恁着记得，恁前照肉体做外邦人，互遐个称做割礼的人，称恁做无受割礼。因的割礼就是对人的手所行伫肉体的。迄时恁无基督，以色列的国无份，伫遮的应允的约无干涉，无所仰望，毋捌上帝。恁平素担踮伫基督耶稣，对伊的血有得着君活，因为伊是做咱的和平，互两边做一个，拆去迄中间三结的墙。搁伫伊的肉体血无结冤仇的因端，就是遮个改命的律法，记载伫规律个，要伫伊本身将两边做成一个新的人，来成做和平。搁已经伫十字架除去迄个冤仇，要互两边伫一体对十字架甲上帝和，搁来传和平，互恁远的人，也传和平互阮的。因为对伊，咱两边伫一个神得着亲近爸。19节，安尼恁无过做外面人架骹的，就是甲遮的圣徒、圣国，做上帝家内的人，受起做伫遮的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基督耶稣家己做厝角要紧的石，在伊，你若所起的拢相联络，踮伫主来渐渐成做圣殿。恁也踮伫伊三角受起做，成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以上，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题目是教会是主的圣殿。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到爸爸上帝，阮感谢伫主日，阮有福气会当来敬拜你，求主你安静阮的心，显示阮的属灵的智慧，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愿咱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伫今年中间，咱有关圣经查考的即个主题中间，咱今年经以弗所书，咱伫顶礼拜已经看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今日要看第2章。当咱伫咧讲道中间，咱常常用无共款的方式伫遐咧呈现出来。咱嘛捌用安尼2-3节的圣经节，还是10节圣经节，伫遐深入的种查考。但咱今年，咱伫以弗所书所用的是一礼拜用一章，即章中间绝对有即个作者伊当初写的是一个主题，要显明是啥物，然后用着遮尔侪圣经节伫遐讲即个代志，所以就真有逻辑性伫迄个所在。所以咱咧看整个圣经节，规章的圣经节中间，咱是甲遮圣经节会当念做伙根据伊的即个脉络来去念吼。所以咱对圣经节内底的解说是较少，但是对整个咱会当非常的即个明白一点。那以弗所书伊的主题是咧讲到是咧教会中间的合一，伫基督内底爱合一。伫基督内底要合一的时阵，咱基督已经主耶稣伊伫要离开
要上天以前的时阵，有互即个教会会当成立一个教会，互教会有即个官兵伫咧，伫迄所在，咱的信主的人就会当伫教会底下来得到起造。所以咱准备要用6个礼拜的所在来看这幼授书，幼授书中间讲到要合意，所以对教会来讲起几啊项的这代志，所以要知影什么是教会，要安怎来起造教会，以及要安怎起造基督徒的即个生活。基督徒有真侪即个精进伫咧，要安怎来起造？咱伫顶礼拜所讲起的，是讲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要讲起的是讲教会的源头到底是啥物？教会一个教会若无基督做伫咱中间的时，这毋是叫做教会，这只不过是一个团体若定。你若要称为做教会，就是因为有基督伫咱中间。所以基督成做即个教会的即个头伫咧，这是咧讲到教会即个源头伫咧。今仔咱所要讲的是讲，教会是主的圣殿，就是真正即个教会主的圣殿的亲近的意义到底是啥物？刷落咱几下，搁有即个4个伫遐所要有4摆伫遐要讲的是，包括讲教会爱荣耀上帝，教会起造，教会见证，教会一切精进等等遮个，包括讲咱如何变来面对精进遮个。当咱来参加来复习，咱伫顶礼拜所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躯中间，甲咱讲是讲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教会甲信徒，咱都爱互基督来充满着咱，伊来掌管着咱。咱即个身躯毋是照着家己的意思要行，是照着即个头的意思伫迄个所在讲。但是人看会到是看到咱整个的身躯，身躯行出来是人看会到的。所以咱要安怎能显明基督真正伫咱中间，将基督真正是咱的头咧掌管着咱即个身躯的作为，所以要安怎会当显明内在真实的基督，互人会当来认捌，甲来荣耀基督。这是咱顶礼拜伫遐所讲的。教会既然是咱基督，既然是咱教会的头，伊充满伫咱中间，别人要安怎看见基督真正充满伫咱的中间？迄是讲教会，那咱个人嘛共款，咱要安怎互人看见讲基督充满伫咱即个人中间？咱会当安怎显明出来？我是属于基督的人。现在咧活，不再是我咧活，是基督伫我心中咧活。这是咱顶礼拜留落来功课，互咱伫来学习。那教会中伫圣经中间是常常去讲到即个上顶的方式，讲教会到底是啥物？教会到底是啥物？咱慢慢讲起，教会毋是咧讲着建筑物，教会是一寡信主的人参加集合做伙，然后顶礼拜讲着种教会伫中间，基督做中间做头，若无即个毋是一个教会。那呢，教会是一个身躯，像是今仔日所讲的，教会也是上帝的殿。上帝的殿有伊特别的意义伫咧，上帝的殿表示讲上帝同在伫咱中间。所以教会就是上帝同在出来，意思就是讲教会，咱若三个主义者，上帝是甲咱三个做伙伫咧。中华路49号，毋是代表是教会，这是代表咱的拜堂伫这个所在。这内底若无基督伫咱中间，若无咱这信徒三甲三听伫咱中间的时，这毋是一间教会，这是一个团体若定。所以毋通常常甲这个教堂、甲这个教会甲混做伙。咱是教会，咱无伫这所在到野外的人，教会就是伫迄个所在，所以是一群信主的人三甲组织伫这个所在做伙。教会要讲做是一个上帝殿，伊有更较深沉的意义到底是安怎？咱今仔日要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教会是这信徒三甲组织做伙，这信徒组织伫教会中间的时阵，伊到底是应该是安怎，无应该是安怎？今仔圣经在中间的第19节安尼讲，安尼恁无搁做外面人脚骹的，就是甲遮的圣徒上国做上帝家来的人。伫遮讲到，咱伫教会中间这信徒毋是啥物，已经是啥物，所以咱头一来思考，咱应该毋是做外人甲做脚骹的。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前咱是外人，也是脚骹的，所以咱会当毋是的时，表示讲咱有前是安怎，如今已经安怎，上帝心意到底是啥？咱要对这3方面来看。以前到底是安怎？今仔日第2章的第1节，就伫遐来讲起讲，恁平素做恁的对恁的过失，恁
恁的罪过来死的。咱原来以前就是安尼。到第20佫甲咱讲，从前恁前行伫迄中间，趁即世间的风俗，甲空中掌权的君王，就是现今运行伫白翼的人的遐神。到第30佫讲，伫阮的肉体伫阮肉体的私欲伫行做，趁肉体甲心内意思生成最通受气的，亲像别人一样。保罗写得非常的清楚，甲以弗所这教育讲，前咱就是参像安尼啦。咱拢照着咱的过失，照着咱的罪过伫迄个所在，咱照着咱家己的意思，咱顺服伫即个世间的这种方式，咱照着空中掌管者的这白日上帝人的意思伫遐咧行，这是咱前。但是咱现在不再是啊。如今安怎？咱已经伫基督内底，佫一做来佫活。第4章第4节安尼讲，上帝怜悯真丰盛，为着伊听咱的大仁爱，伊就伫遐来实行即个拯救的。第50到第60佫讲，咱对过失已经死的时，也互咱伫基督耶稣甲伊同起来，同坐伫天里。咱现在因为甲主伫遐来同起来，同过活，同坐伫天里。第70佫讲，佫对伊伫基督耶稣所享受咱的仁慈，要伫后世代显明伊恩典的极富有的咧。当然，伫教会中间，这信徒前咱是甲做外人，做即个架骹的，因为咱照着咱的罪恶已经受到排除掉啊，无伫恩典中间啊。但是现今安怎？因为主耶稣为着咱死，所以咱搁伫所在，甲主耶稣同搁活，搁同坐伫天里，这是出于上帝的即个恩典伫咧。是啊，毋是？佮刷去圣经上就甲咱证明讲，原来这项事就是上帝本意，咱原来就是伊的工作。伫第8节讲，恁对恩典得着救，是对神，也毋是出于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的。第9节讲，毋是出于恁所行，免得人夸口。第10节讲，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先备办。特别互咱行伊的，咱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假卡的人，毋是咱本来就是安尼。咱本来是犯罪，本来是趁着咱家己的需要咧行，本来是趁着即个空中的掌管者遐无好的咧行。但是现今因为主耶稣为着咱死，伊的恩典，所以咱甲主耶稣伫遐搁活起来啊。但这不再是即个假卡外人啊。这是安怎？毋是因为咱会当的，毋是咱家己做了好。伫后壁即几节甲咱讲，第8节到第10讲，这是出自上帝的心意。特别是第10节甲咱讲，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先备办，特别互咱行的。而且互咱一个真深的即个概念一个，咱基督徒一定爱是行好事。毋知你毋知捌当着人甲你讲？所有的宗教拢是劝善的，咱一定得爱信基督教，信什么教拢嘛共款啊！我毋知恁若听着安尼甲你讲时，你安怎来回应？恁若要思考着所有其他的这宗教要行好事的时，因用的用词是甚么？因用积功德，就是我做这好事是要积的累积，积足做起来的时，为着某种的目的伫咧。所以行好事只不过是伊的一个原因，我为着要得到什么物件，所以我嘛会使莫行好事啊，因为我无要做，我无要得到迄个物件，我也无要积功德啊，所以我会使免行好事。但是咱今日第10节所在讲了非常清楚，咱是伫基督来做成，为着什么？为着要行好事，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上帝要甲咱同工，互咱去做好事，代替伊做这代志伫咧。所以，基督徒内底行好事，伊毋是因为着要积功德，是因为伊的性命已经得到改变啦。所以，伊着爱行好事，因为上帝爱安尼来行，迄是一个结果，毋是一个毋是一个为着某种的即个目标伫咧。所以，咱基督徒若无行好事，颠倒是毋对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咱定来讲，咱基督徒的。咱正手所做，毋通互倒手知影，哪有可能？无可能啊！因为你共一个人，哪有可能正手做倒手毋知？
意思是要甲咱讲，咱无必要去表扬、去特别讲这个代志，因为这是咱应该爱做的。所以咱毋是靠咱的行好事来得着救。咱受洗了后，咱已经接到上帝代表作啊！上帝要借着咱来荣耀伫伊的名，所以行好事是咱的性命得到改变，应该有的结果。咱毋是为了要得救来积这个功德的。这是咱看见咱伫教会中间这信徒，伊应该不再是外人啊，不再是假卡啊、情绪，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伊为着咱定十字架以后，这嘛是上帝本来的心意就是安尼。所以看见咱信徒应该毋是安尼，应该是安怎？应该是安怎？就是伫19节后壁佫甲咱讲着，咱已经是甲圣徒同国的，是做上帝处理来的人，上帝寄来的人。为什么会讲同国呢？因为早是旧约中间，互咱概念就是只有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你爱做诚做以色列人，这是伊的选民伫咧，敢有影是安尼个？我相信透过以色列诚做上帝选民百姓的时阵，伫遐要做见证，然后伫圣经中间，互咱看见这个神是真正的神日的，是以色列民族中间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安怎诚做伊这列祖的这种上帝伫遐引带带领整个的民族，所以民族得到保留落来，佮得到祝福，等等，才会证明讲上帝是佮真佮活的。用安尼的神来带到讲，上帝听世间人，这个祝福也要到伫世间，毋是干那到伫以色列中间。所以前呢，咱无毋着你我拢毋是以色列，毋是以色列的民族的人。所以咱以前是伫国民以外的人，照21节里讲，照着肉体，咱是做外邦人，称恁做无受割礼的。22节佫讲，迄时恁无基督，以色列国无份。伫遮个应允的约嘛无干涉伫咧，因为遐拢是甲以色列伫遐来，即个结即个约伫咧。到13节佫讲，无所仰望，踮伫世间毋捌上帝，并所离开远远的。伫华古版讲，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是远离神的人。无毋对，咱以前咱也毋捌伫上帝神，咱就是诚多。但是咱现今已经甲圣徒同国啊，咱是上帝寄来的人诶。所以现在如今到底是如何？如今咱已经甲这百姓，上帝的选民已经合做一体，特别是甲基督已经合而为一啊。第13节继续讲，踮伫基督耶稣对伊的血有得着quyền話。14節佫講，伊是做咱的和平。互两边做一个，拆去因中间三界的即个墙伫咧。前咱毋是，咱拢毋是以色列的民族，到目前也毋是，但是咱已经伫基督中间已经成做一体啊！甲上帝救恩的即个上帝国已经连做伙。为什么会当安尼？咱看基督安怎做到之，互咱合而为一。前毋是甲即个。救恩甲上帝百姓无关的，为什么即摆咱会当得到这救恩？原来基督伫15节先继续伫遐讲，伫伊的肉体血无结冤仇的因端，到16节佫讲，已经伫十字架拄起迄个冤仇，要互两边伫一体对十字架甲上帝和。15节伫遐佫讲，伊伫本身将两边做成一个新的人，来成就和平。咱拢毋是以色列的民族的人伫咧，但是咱不再是甲即个无关，咱甲即个以前所讲百姓，上帝百姓是无关的，无毋对。但是现在咱已经甲圣徒同国啊，咱已经成做上帝的即个家内的即个人，因为主基督已经为着咱做成这样事，伊伫十字架顶流的宝血已经洗除了这个罪气，佮有这个冤仇伫遐各三个结连做伙。咱定来讲，即个十字架中间，主耶稣定伫迄个所在，顶面甲下底是上帝甲人伫遐已经佫合起来。左右的是人甲人中间，嘛因为主耶稣伫遐佫合起来，就是即个意思，拢总合做一体伫咧。即个是毋是上帝原来的生命，无毋对，因为以色列就是旧上帝即个选民伫咧，咱这人拢是新约的新选民伫咧，咱嘛是上帝即个选民伫咧。咱诚做上帝即个，逐人拢诚做上帝百姓，即个才是上帝本来的即个心意伫咧。
只不过透过阶段性以色列上帝选民的这种方式，将这个上帝恩典会当显明伫咱的中间。当然，在信徒上甲组织做伙，咱来形成一个教会这个所在。今仔圣经甲咱讲，教会第21节讲，在伫以见那所起的拢相联络，点伫主内渐渐成做圣殿。所以咱这信徒三个组织伫教会中间时，就是要这个教会是成做上帝的这个圣殿，成做教会成做上帝圣殿的时，伊的这个真正意义到底是甚么？咱头一个看见，伫继续19节底下来讲，你无过做外面的人脚卡的，就是甲这圣徒相国做上帝家来的人。头一个，咱这信徒组织的所在，咱是上帝家来的人。恁厝里人彼此中间的关系是安怎？伫教会中间，咱兄弟姊妹的关系嘛是爱亲像安尼，安尼才是一个家来的意思伫咧。咱常常真简单讲，啊，咱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伫大家庭中间，咱彼此称呼做兄弟姊妹。咁有影，咱拢正讲拢是参与甲咱甲兄弟姊妹关系，就敢若参与伫厝里共款，敢若厝里人有共款安尼无？我相信咱有真多，咱较熟悉，咱可能有一种伊的亲密的程度较有，较无的是咱就大概连伫遐来小借问的一种机会嘛无伫。但是既然讲，教会若要成做上帝圣殿的时，伊即个内底所有遮个人，拢应该是上帝即个家内底的人伫咧。咱彼此中间家内的人要安怎相甲做伙，这就是咱来思考一个。成做上帝主的圣殿头的意义，就是咱拢总是上帝家内的一个人。第二，即个伫即内底人要有一个根基，成做因的根基咧。这根基是伫倒20节讲受起造伫这使徒甲天甲先知的地基顶面。咱伫这所在三甲咧学习的，原来有一项做咱的基础。这基础是啥？使徒甲先知因伫遐所讲起的，使徒甲先知所讲的到底是甚物？咱若个想起耶稣伫遐问伊学生讲：人讲我是甚物人？以及恁讲我是甚物时？迄阵彼得又伫遐宣告讲：你是基督，真活上帝囝。然后耶稣就甲讲一句话，记载伫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向彼得伫遐宣告讲：伫即个石盘顶，我要起造我的教会。当然，即句话造成淡薄仔一种误解的。大家认为讲一定是爱彼得，就照着彼得最基础伫遐来起造起来。但是伫这所来讲，伫这石盘顶，即个磐石，彼得的名会翻译什么是叫磐石，所以有即种误解伫咧。这所在要讲的即个磐石，其实是要讲彼得伊所伫遐宣告这个，就是讲你是基督，真活上帝囝。耶稣要伫即个基础下面来起造教会，彼得所宣告的即句话，诚做即个磐石伫迄个所在。这使徒甲先知因所咧讲话到底是啥物？就是形成咱即摆目前的即本圣经。所以使徒甲先知起造伫这顶面，就是起造伫这圣经的这真理的顶面伫咧。教会诚做上帝圣殿，第二意义就是代表讲，咱的根基是啥物？起造伫即本圣经的身上。然后第三，第20节所在后壁佫讲，基督耶稣已经做触角要紧的石，法务办公就是成为房角石吼。彼得伊伫迄个所在。这是保罗所写，彼得共款，伊伫伊的即个彼得前书的所在，伊嘛见证是即个意思，就是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7节，伊安尼讲：伊是外招，互人弃杀，若是互上帝竞选叮当起造的师傅所弃杀的石，诚做触角的头块石。伫遐讲就是讲，主耶稣互人伫遐来定十字架，互人弃杀。但是上帝重用伊，照着伊所留的宝血，诚做咱逐人的帮衬，所以伊用照着伊做基础，做即间厝诶上爱重要迄块石头，然后教会就伫安尼起起来。所以教会诚做上帝第三个意义是代表啥？咱即个教会有主耶稣做咱的迄个要紧的即个石头啊无？就是迄个基础是啥物？照着耶稣的教示伫遐来起造起来无？
这个黄角石要紧的石，就是这个，互这整个教会、整个这间厝会当起起来上爱重要迄个石头。迄个石头若摕掉是，规间厝就崩落去。咱可能袂较袂当，即马拢用这空鼓力的，所以较袂当感觉到。以前拢用石头用啥一豆豆一直贴起来，咱就当想象上下骹上爱重要一点。迄个若震动的时，规间就震动去。啊是伫欧洲中间，因做一个种拱门的咧。这个拱门即马嘛真简单，用迄个绑无起来，然后灌浆落去就好啊。但是以前是一块一块一层啊安尼起起来，起到最后两个要连起来是安怎？中迄块下落去以后，车就掉咧啊。但是你若甲中即块摕起来安怎？规个就崩落去啊。所以你讲，毋是迄个起做下面的即个上爱要紧的石，就是咧讲即个石。两个拢是，互即间厝会当坚固迄个石，就是伫教会中间，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基督甲教会的即观念嘛是安尼，基督是耶稣基督是咱教会上爱重要即个条件。要食这教会圣殿的时候，基督是毋是伫咱中间？当咱看见讲教会要食这主的圣殿中间，头一个咱逐人拢是即个厝里，即个上帝家内的即个人伫咧。咱的彼此关系有参照安尼无？咱会根基是毋是起做伫圣经的顶面，使徒甲先知。咱的上爱重要，即个要即个会当得到坚固，迄个上爱要紧的石，是毋是耶稣基督？还是其他一寡？咱感觉对某一个人无，咱教会上爱重要，迄个互咱挖过，就是耶稣基督。当然，即个厝要起起来，毋是干那靠迄块石啊，尔。其他这石头爱打，爱伫迄所在甲贴起来。这石边啊贴起来，迄就是咱逐人。咱逐人就是即个使徒，即个信徒伫咧。所以伫这刷落去所在，伫21节佫讲，伫以见啊所起的拢三联络，踮伫主来渐渐成做圣殿。但讲起着咱每一个人啊，主耶稣成做迄个要紧的即个石。然后开始要起起来时，这起的人，每一个人拢是成做即个重要的，爱起所靠着基督伫遐来三角来结连做伙。彼得嘛做同款的见证，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5节，伊安尼讲：恁就近伊也亲像活石，起做心灵的厝，做圣的祭司班来献心灵的祭，对耶稣基督维护上帝欢喜接纳的。所以，伫遮要甲咱讲，咱每一个人拢是非常重要的即种活石。咱教会若要坚固，就爱即块石是照着主耶稣最要紧的石，然后逐人伫即个所需要、所正确的所在，伫遐甲堆起来，然后教会就要得到坚固起来。咱伫顶礼拜中间，佫一摆来提醒讲，教会就是基督的即种身躯。基督是即个身躯的头，啊，即个身躯到底爱显明出来什么时阵？咱当然对圣经中间知影真侪，甲咱教示遮真侪。咱教会嘛，伫2-3年前，咱有提出来一个叫做迦南的文化，迄就是要互咱落实到咱的生活中间。咱若佫出去二楼，佫出去，咱即看正边迄个标，就是搭者迦南文化。你着爱安怎对抗什么？你着爱强调什么？互你会当去看出来，讲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即种改变。伫遮嘛，佫一摆要甲人讲，即间教会整体来看起来，这石头都爱伫适当的所在来贴无好势，才会当坚固。但是咱知教会毋是咧讲建筑物，教会乃是咧讲咱逐人组织上个做伙。所以咱伫即个所在，咱这会友所有组织出来是，咱有正确行在主爱所意爱的样式啊无？我相信咱拢知影，咱人拢非常软弱，咱非常软正，咱常常有真侪这无好的情形，会造成彼此的伤害等等这。教会嘛常常是受到伤害。咱在中间伫遐来讲八卦，咱伫遐讲这论断，看到教会无好的所在，就伫遐批评。安尼讲的是，这就是一种伤害。迄就敢若这个石无下伫所正确的所在，这教会就伫迄个所在要来倒落去。咱毋是咧讲咱教会无缺点，逐个教会人组织绝对有缺点伫咧，毋那一点啊，佫定做真侪缺点伫。
但即个需要咱逐人共同伫迄个所在来个维持，而即缺点渐渐地改变去。咱要安怎做到？咱看到无好诶时阵，咱是建议，咱毋是论断。咱建议，嘛着要向迄个正确诶人伫遐来建议，毋是甲迄个无关系诶人，一点仔关系无，你伫迄个所在甲伊讲，其实你就是咧论断伊，因为伊根本都毋知嘛。你若感觉你听即个教诲，你隐瞒即个教诲好，你看去倒无好，甚至是足简单，敢若垃圾就好。咱嘛会使其中一份子，咱嘛会使清互清气就好啊。毋是批评讲啊，这什么人用，咱拢无清气啥？这就是无共款的所在。啊是看到咱的制度都无好势时，咱去建议向有关正确的人伫遐来建议咱正确的建议。咱要有即间厝。伫主耶稣做即个调教了后时，然后顶头要起好势，咱逐人爱伫正确的所在。当咱若是歪错去的时，即间厝就袂坚固的。所以伫即个说讲靠基督伫遐来三联络的。咱教会伫过去头2年前，咱就发生一寡代志，就是咱的奉献会无去。为什么咱会知影奉献无去？是因为伊是第2奉献地啊，所以伊知咱的周报内底拢会征信出来，伊哪会无看到伊的征信出来？但发现这是一个危机伫咧。但是你变怎讲，即咱咧无去，显然有人是有人，咱若无去调查代志，有人讲啊，恁咧算钱的人毋知安怎算的，哇，这就严重去啊！所以你会记得咱2年前咱的奉献地啊顶头砍一块亚克力，然后中得留一旁仔囝，互咱伫遐来奉献，造成足侪咱真侪人的即个无方便的所在。所以今年咱旧年开始去换做即种顶头淡薄仔缩起来即个地啊，会是即种奉献地啊。毋茫讲安尼就袂遐尔容易产生即种问题，因为咱知这是有人提起的。最近桃园教会传互我一张相片，讲即个人就是伫因教会中间引起奉献时引起掠着的，因为伊嘛是发生同款的代志，因经过一段时间查考了后，伊知影讲应该是迄个人，迄天伊就徛伫伊后壁面伫遐咧等，然后就发现就是安尼。咱毋知是倒相片，咱无一定看出来是啥物人，但是这种代志发生伫咱的教会中间时，是产生真大无好的这种代志，会产生真侪误会。啥物算钱啊安怎？啥物是安怎啥？这是表示讲咱即个爱大家即个话招爱结连伫正确所在念做伙时，即间教会才会坚固。咱开始伫遐，因为即个招无好势了后，是开始敢若咧震动去。咱若无处理这代志，就愈来愈严重去。这是一个例啦，咱其他教会中嘛产生真侪代志，咱若无去处理的时，咱常常就产生这问题。但是伫遮要来提醒的，毋是爱去处理的问题，是咱每一个招、每一个话招，若是徛伫正确的所在的时阵，这间教会就会当坚固起来。教会要成做上帝圣殿，咱拢是家内的人，逐人爱看做彼此是厝内的种兄弟姊妹。你敢会遐尼简单的批评、论断你的厝里遮的人伫咧？你是爱帮助伊的，你的讲伊嘛是为着要帮助伊的。咱的教会是毋是起造伫上帝的话语的根基顶头？咱的教会中间有基督做咱的即要紧的即个石头啊无？咱每一个人是毋是起造伫即个教会中间迄个所在正确的即个位置伫咧？为着要互咱教会这样得到坚固。但圣殿即个名是为旧约开始的时，就是所罗门王起造圣殿的时，开始咱有即个概念，一个圣殿。以前是会幕，所以以前不管伫即个旷野流浪的时，是用会幕，然后代表的时，毋茫要起圣殿，互约柜会当住伫个所在。上帝无允准伊，讲所罗门王要起，所罗门王果然伫遐来起起来。起起来时，最感恩的即种奉献的时。伊伫遐真长的即个祈祷，即祈祷记载伫列王记上段第8章的27节到53节，真长的即个祈祷伫。即个祈祷中间，甲伊记录起来，为着9项代志。即9项代志是所罗门王特别向上帝来恳求，当即个圣殿起好啊，上帝你要徛临在伫即个中间时，阮伫遐来毋茫祈求的就是啊，求主你会通看顾即个圣殿。
伫这圣灵中间的祈祷，求主你来听。我若有啥物犯罪，向伫这个圣灵中间来祈祷时，甚至向这个圣殿来祈祷时，求主你来赦免伊。因为这个圣殿的同在，就除掉这个灾难伫咧。伫这圣殿中间所有的教导，拢是一个是一个正确的，毋茫逐人会当去行出来。来透过这个圣殿，互万百姓拢会当来认捌上帝。这百姓啊，因为这圣殿，因会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伫咧。百姓到伫圣殿中间，伫咧伸冤的时阵，主会当为着因来伸冤。上时也因为这个圣殿，逐人会当得到上帝的怜悯伫咧。所罗门王做一个真长的祈祷，为着伊的圣殿起好时所做者，咱啥物共款？这就是咱的毋茫伫咧。教会要成做上帝的圣殿，就是咱嘛毋茫的当安尼。咱的毋茫归毋茫，上帝要安怎甲咱回应？伫列王记第9章第50，当所罗门王祈祷出来时，上帝予伊回应。上帝伫遐讲：我已经你所起的这间圣殿分别做圣，互我的名永远伫遐，我的目睭、我的心也要常常伫遐。上帝用一节伫遐讲出来伊的心声，就是已经恢复咱伫迄个所在根据。我要互你这个圣殿分别做圣，我的名要常常伫遐，我的目睭、我的心也要伫迄个所在。这是咱期待的。咱是毋茫咱的教会，就是充满上帝恩典、上帝主权伫这个所在，上帝掌管伫这个所在。上帝爱咱的教会，让分别做圣。伊的名要常常伫遮，伊的目睭、伊的心也常常伫咱这个所在。教会是上帝的这个圣殿，所以咱得要分别做圣，互上帝的名永远伫这个所在。上帝也要教会也要成做上帝的目睭、上帝的心的所在。意思就是爱咱的教会所行所做，会当互上帝期待，会当落实伫这个所在。咱若看去教会是一个真无合上帝心意所行所做，是根本无甲圣经所教示拢无共款。咱要让达到这个所讲的，上帝是意爱是安尼呢？互咱分别做圣，伊的名常常伫咱的中间，伊的目睭、伊的心也甲咱相共伫咧。所以伫这所要甲咱讲，上帝。咱教会是上帝的殿，是代表上帝同在，咱是上帝新约的这个选民伫咧，咱嘛是起造这个圣殿的这个外招伫咧。咱要互起造来成做这个圣殿，是每块石需要下伫正确的位置，佫会当发挥功能，需要甲其他这石拢三个亲密的结连做伙，然后教会基督做咱的这个上要紧的这个石。这个教会就伫迄个所在来起造去，起造起来时，就成这教会圣殿时，上帝就借着圣神徛起伫咱这个所在，所以教会咱需要圣洁，咱需要荣耀上帝，咱需要来显明上帝这个大灵伫咱的中间。教会安尼，咱个人嘛是安尼，咱的个人也是上帝圣殿，所以咱需要圣洁，咱需要显明上帝大灵伫咱中间。咱需要伫来荣耀上帝的名。那你毋知有感觉即个一深的担伫你的肩胛头顶面？咱伫时到伫教会中间，咱甲咱兄弟姊妹咧三角咧联络的时阵，咧交易的时阵，你会想讲，咱是上帝即个家内的一份子。咱咧常常咧想讲，咱的教会有用圣经做根基啊无？咱的教会啥物主要所常常伫咱的中间。咱每一个人是即个教会中间的一个外招，即个外招有徛伫即个正确的所在无？有三个彼此结连做伙，才会当互即个教会坚固起来无？今日佫一摆互咱思考就讲，教会不但是一个身躯，主要说是咱的头，教会也是上帝的圣殿。毋茫即个的意义，咱会当知影伊深沉的意义是啥物？毋是干那口头伫遐咧所讲尔定。即礼拜有小组中间，咱有2个题目，互咱会当来思考，就是教会是上帝殿的时阵，咱教会应该安怎来当符合这种上顶伫咧？咱个人到底爱扮演安怎的角色伫咧？愿上帝祝福伫咱伫这方面的理解，以及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的生命中间的这种改变，咱当心来祈祷。
主必听到巴比上帝，阮感谢，搁一摆对伫保罗所写有所书来提醒，教会也要将这上帝圣殿，阮搁一摆来学习上帝的圣殿的意义乃是甚物？就是主耶稣做阮的这个要紧的调教伫咧，然后阮是会根基起做伫上帝你的话语，阮才会将做这个圣殿内底一个活石神，要安怎彼此靠着主耶稣三角联络做伙，成做一个大家庭内底兄弟姊妹。求主你来帮助阮，阮真正阮的教会当活出来，就是上帝你的圣殿。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要三角用新的界面来成做阮甲主的这种立约。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